而家8:02，就會開始，請各位同學起立。我哋一齊打聲招呼，各位同學早晨，校長早晨，老師早晨，同學早晨。今日冇宣佈，將場交俾下一位。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升旗隊嘅副隊長 Two Boy 班陳思思。今日嘅升旗禮將會由我嚟主持。升旗禮即將開始，請各位同學保持肅立，面向旗杆。請升旗隊準備。升國旗就唱國歌。起來，不願做回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着烈日炮火前進，冒着烈日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升旗禮完畢，請各位同學就座。今日嘅國旗下的講話將會由體育科分享，將時間交俾 Miss Chan。好，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咁今日體育科嘅分享嗰個主題呢，就係全運會與國民身份認同嘅。咁咧，相信咧好多同學咧，由上年開始咧，我哋已經咧睇到呢個廣告啦，喺香港嘅好多地方咧都會出現嘅，就講緊一個全國運動會咧，將會喺今年嘅11月就會喺香港係其中一個地方舉辦啦。咁我哋簡單咧就介紹下咩係全運會喎。咁全運會咧，其實佢個全名咧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運動會。咁佢亦都係咧喺國內水平最高同埋規模最大嘅一個綜合性嘅運動會，每4年咧就會舉辦一次。
咁然後咧，全運會入邊嘅項目咧，其實都係同奧運會嘅嗰個比賽項目咧係接軌嘅，跟翻佢哋嘅比賽規則咁樣。咁今年咧好特別啦，咁就係第15屆嘅全運會咧，首次喺廣東、香港、澳門3個地方咧係共同咧去舉行嘅，亦都係第一次嚇。咁我哋見到香港咧就將會舉行啦，咁香港咧就會舉行咧8個嘅大嘅競賽項目。咁你喺呢個廣告上邊咧，你都會見到有手球啦，有男子22歲以下嘅籃球，同埋7人籃球，同埋場地單車各種嘅項目8款就會喺香港舉行啦。咁我哋講緊全運會嘅舉行咧，我哋都簡單咧講下中國咧參加一啲國際項目嘅一啲嘅近代歷史嘅。咁呢一個咧係好出名嘅，就係講緊一個人嘅奧運啊，就講緊1932年咧第一個參加呢個好認受性好高嘅國際性比賽叫做奧運會嘅第一個華人。咁咧佢個名咧就叫做劉長春啦。咁佢參加嘅時候係1932年。咁如果你讀翻中國嘅近代史咧，你就發現1932年咧其實係一個好混亂嘅，喺社會上邊有3種嘅政權啦，有滿洲國啦，有國民黨啦，有共產黨啦，咁喺社會上面比較混亂嘅。咁佢當時咧就係代表中華民族咧去參賽，而佢需要出報紙去登一個廣告嘅。咁廣告係點解呢？因為嗰陣時滿洲國咧係願意出錢資助佢去參加比賽，佢代表滿洲國，代表中國咧係變咗滿洲國。咁佢咧就登咗報紙咧，就話我唔會代表即係滿洲國，亦都唔會代表日本去參加比賽，我係代表中華民族去參加比賽。咁所以佢參加比賽嘅錢咧係民間集資。係啦，儲夠一筆錢，然後咧就坐3個星期嘅船去到美國嗰邊參加比賽。咁成個環境都係好艱難。咁但係佢參加比賽咧，就讓世界上邊其他地方知道有中華民國呢個同埋中國人嘅存在啦。咁另外咧，1949年咧，中國就成立咗咯。中國成立咗之後咧，要參加奧運會啦，國際性嘅比賽亦都係非常之困難嘅。喺1952年嘅大概2月份，中國就去申請，但係咧成個批核嘅過程，因為佢哋當時唔係好成立，即係唔好承認中國㗎，咁所以成個申請同埋批核嘅過程咧都非常之艱苦嘅。直到係開幕禮嘅前一日，佢哋咧至通過咗中國可以參加比賽。咁你諗下，開幕禮前一日，佢哋發放個通知你可以參賽，咁你仲去唔去參賽啊？咁嗰陣時咧都係要參賽嘅，因為係個認受性。咁所以咧當時咧有40個人嘅團隊嚇，由第一個人變咗第40個人嘅團隊咧就去咗啦。咁咧有足球隊啦、籃球隊啦，同埋一個游泳嘅運動員就吳全玉去到嗰邊。咁又係好艱辛咁樣咧，就去咗參賽，去到芬蘭嗰邊。咁去到嘅時候咧，已經距離嗰個閉幕禮咧只有5日嘅時間，所以足球嘅比賽完結咗啦，佢入唔到初賽，係啦，冇份比賽。籃球都係，咁唯一得一個咧運動員係可以咧趕得上游泳嘅比賽嘅初賽，咁佢就參加游泳比賽。咁游出嚟嘅時間咧，比佢自己個人時間咧，其實慢咗好多嘅。佢最理想嘅時間應該係1分03或者04秒。咁所以咧，佢喺嗰次嘅比賽中咧，佢咧就入唔到嗰個決賽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去到嗰邊咧，有個好重要嘅一個象徵嘅儀式，就係好多嘅國家承認咗中國嘅存在，而中國嘅國旗亦都係第一次喺一啲好重要嘅場合，喺一啲國際嘅場合咧升起呢個5星國旗，所以個象徵嘅意義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咁然後咧去到1984年啦，咁呢個咧就好出名啦。我哋叫做中國首次喺奧運會上邊咧獲得第一次嘅金牌，就係一個射擊嘅運動員叫做許海峰。咁咧嗰陣時咧就係中國咧喺嗰屆嘅運動會一共咧獲得15個金牌。咁咧就由喺國家嘅排名咧就升到第4位。咁然後咧陸續又舉行咗一啲我諗同學都比較熟悉嘅奧運會啦，例如08年北京主場嘅奧運會，因為喺自己嘅國家係
舉行啦，咁個地理環境啊、交通啊或者個氣候咧都比較好，所以咧中國嘅代表團咧佢派出好多嘅人參賽，而我哋嘅獎牌榜咧係首次咧係得到第1名嘅。咁跟住嚟嘅之後嘅奧運會啦，就喺巴黎舉行啦。咁你見到中國嘅排名榜咧，喺個獎牌嘅排名榜咧都會得到第2位。其實近代咧，如果你睇翻上網去查個資料，咁你就發現咧，其實中國嘅獎牌咧都徘徊喺第2、第3名咁上下嘅。好，咁我哋講緊全運會同奧運會有啲咩咁重要嘅一啲嘅地方咧？其實全運會咧，佢4年舉行一次啊，咁佢主要咧就係奧運之後嘅嗰1年就舉行，因為咧佢想喺全運會嗰邊揀出一啲嘅人才，咁喺亞運會入邊咧去攞多啲比賽經驗，咁然後奧運會咧就會攞獎咁樣啦。咁全運會同埋國民身份認同咧就係第一就係國家咧，其實對香港都非常之好啊！我哋見到喺基本法入邊咧，咁香港特別行政區咧，其實係可以以中國香港嘅名義去參加一啲世界嘅比賽啦。咁頭先我哋講緊全運會係3個地方去舉行嘅，其實個象徵意義咧都代表3個地方咧可以共同為國家咧去效力，同埋共同為國家咧去舉辦一個體育界嘅盛事，同埋希望咧可以喺體育嘅凝聚入邊咧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市民可以身體健康啦，同埋享受體育運動嘅。好啦，咁今日嘅體育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咁我哋咧就安靜自己嘅心，我哋有祈禱嘅時間嚇。好，請同學咧合埋雙手，我哋一齊祈禱。好，感謝主咧，讓陳珠嘅同學可以透過今朝嘅分享，了解到今時今日中國可以喺世界各地各種嘅大型比賽中咧獲得獎項，其實係經歷咗好長時間嘅努力，一切咧都得來不易嘅。希望咧，我哋可以學會欣賞前人嘅努力啦，珍惜自己可以參加運動比賽嘅機會。我哋咧未必可以喺運動比賽中獲獎，但係我哋可以透過比賽咧獲得好寶貴嘅經驗同埋體會。而呢一啲嘅經驗同埋體會，可以幫助我哋咧喺將來成為一個更有進步嘅人。最後咧，我哋都特別將中五嘅同學咧交託俾主，因為中五嘅同學咧今日開始考試啦。咁面對考試咧，每一個同學或多或少咧都會感覺到緊張同埋壓力嘅。願主喺考試當中與我哋嘅同學咧同在，讓陳珠嘅同學可以喺考試當中咧專注喺自己可以作出嘅改變嘅行動上邊，例如認真咁睇題目啦，細心作答。喺測考嘅過程中咧，必然會遇上一啲嘅難題嘅，或者唔肯定嘅答案。願主喺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都賜我哋一顆冷靜嘅心去面對困難同埋應對困難。希望陳珠嘅同學可以喺測考嘅磨練當中獲得經驗同埋教訓，有所進步。以上嘅祈禱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